主后2024年3月初4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福音是对安尼开始的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13节。上帝的囝耶稣基督的福音安尼开始。先知以赛亚的册有记载，上帝讲：看，我找我的使者做你的先锋，伊要甲你开路。有声伫旷野得发，着为主准备道路，为着伊修直小路。果然，约翰伫旷野出现，甲人洗礼，宣扬讲：着悔改领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恁的罪。犹太达所在有真侪人，甲耶路撒冷所有的人拢出来，去约翰遐告别家己的罪，伫约旦河对伊领受洗礼。约翰穿骆驼毛的衫，腰下披带，食草莓甲野蜜。伊宣扬讲：有一位比我较有权能的，伫我后面得来，我连跍落去甲伊头围带都袂堪得。我用水甲恁洗礼，毋过伊要用圣神甲恁洗礼。过无几日，耶稣对加利利的拿撒勒来，伫约旦河对约翰领受洗礼。耶稣一下对水面起来，就看见天裂开，圣神亲像粉鸟降落伫伊身上。佮对天有声讲：你是我所疼的囝，你我真意爱。圣神随时催逼耶稣去旷野，伊伫旷野40日久，受撒旦试探，伊一直拢甲野兽做伙，毋过有天使伫甲伊侍候。福音是对安尼开始的。当年，我想尽办法考大学，金榜题名了后，却深陷自我否定的情绪，甚至想要放弃努力，选择行往生命尽头。伫面对理想和现实差距的失望中，袂禁得感觉人生真是一场悲剧。当时，阮兄弟姊妹有真侪需求，父母却能力有限，无法度满足所有的囡仔。为着安尼，兄哥因真早就放弃学业，出外食头路，补贴家庭的经济需要。我毋仅无生产力，还不断造成家庭搁较大的支出。虽然伫别人的眼中成就若像还袂歹，毋过自细汉到大汉，伫厝内欠缺交通所累积的情绪和失落感，以及无地透放的压力，互我内心受罪恶感暗暗掠条地。就伫即种情况下，福音来到我的生命。福音常常讲做是好消息，毋过伊毋单单是好消息。当年，我因为沉重失落感来到教会，就伫诗歌和信息中拄着耶稣。福音毋但是我的好消息，阁改变我的生命。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的原文所表明的是：起头，福音，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囝。对理解这段经文的人来讲，耶稣来是生命的更新和全面转化的关键。福音对初代教会的信徒来讲，
比好消息这个词蕴含搁较深的意义。首先，伊指的是一位新王登基了后带来崭新的治理。换句话讲，福音是我承认一位新主人，搁要遵循新的律法，习惯新的生活，进入新的领域，搁塑造新的群体生活的文化。第二，伊指的是一位掌权者的征战胜利。掌权者因为施展能力战胜一切，伊所掌管的人也要对争执冲突中甲伊同得胜利。福音引出一个互人向往的境界，因为这位君王的德性要有太平盛世，因为这位君王的公义治理要互国境平安，人民安居乐业。马可针对人对福音的认捌，有话直讲，指出这个福音是对耶稣基督上帝囝开始，因为这位弥赛亚的来到，世界要展现全新的样貌。既然相信伊的人，拢要经历更新甲转化。马可一开始就着引用旧约来描画施洗约翰的形象，说明伊的行动和见证。透过当当时读者所会当理解的象征记号，为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起头做引导。马可搁透过耶稣赢过试探的历程，表明伊就是得胜的弥赛亚。这个见证也为今仔日相信耶稣的人带来生命的盼望。耶稣基督成做我的救主以后，我的家族也对一个人信主，到全家信主。伫人生的路途中，耶稣基督毋尔互我的生命戏剧性对悲剧变成做温香，也互我伫几若遍人的无可能中间经历伊的大能。伫看若像互死亡隔断的关系中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疼甲掌权，生命有新的特殊福音，伫安尼展开出去。默想耶稣基督的福音伫我的生命中是安怎开始的？耶稣基督的福音伫我的生命中是安怎开始的？咱来祈祷，主耶稣，感谢你道成做人，互相信你的人生命得到更新，无搁再行伫黑暗中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行平安。